松儿，母亲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这几日你还好吗？劳烦母亲牵挂。儿子挺好的，今日之后，儿子就要去往流放之处，还请母亲保重身体，也切勿再触怒父亲，牵扯自身。我会想办法多给你借点钱。等过了这几日，你父亲气消了，我就跟你舅舅想办法接你回都城。不必了，父亲应该不会再想见我了。母亲若是思念我，写信或者去看我，都是一样的。儿子如今已是一介庶民，我也想试试靠自己双手去生活，挺好的。反正不用再去做什么囚笼困兽了。儿子就此别过。二哥，老师，是哥哥把你给宠坏了。我至今日前车之鉴也，这进宫之中，尽是悲哀。你一定要安分守己，切忌好自为之。待我照顾好母亲，好。儿子感念母亲，养育之恩。
是主上托我交给你们的，往后一切保重。不管是主上的恩赐，还是补偿，都用不上了。曹兵是去静思济国的，何须这些黄白之物？主上，二少主已经走了，但是这包袱，这时候倒有了嫡长主的气节了。为子不孝，为兄不悌，终究是父之过。没能想出好的方法，督导训诫。主上其实也曾对二少主寄予厚望，是二少主让主上失望了。厚望。顾刚失去一个儿子，智利司几世中就都跑过来问：下一个厚望何在？个个都说应当决断，可这决断还要断送几个儿子？这些时日，老三代管的户政司做得如何呀？啊，回主上，三少主凡事都与六少主有商有量，举措倒也得宜。梁使，是。你觉得老六为臣如何，为子如何？小人不敢妄言。说。是。六少主对主上恭敬，行事稳妥，看着倒也敦厚。这晨曦一案中，他并没有借势赶尽杀绝。所以一夜之间，便得了仁德之名。原本朝中还在弹劾他审讯滥行，转眼智利司都称颂他的仁义。哎，从前在少主宫院，他仿佛不存在一般，就一夜之间，便让人瞧见了他。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议论他可堪原处了。起来吧。谢主上。你也不必在姑的面前战战兢兢的不敢说话，姑都明白。儿子是好儿子，这是在这宫中父慈子孝的时机，
总是太少了。少主在忙吗？进。这一幕似曾相识啊。今日我去酒楼，李薇把一切处理得很好，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。郡主费心了。二少主离开，三少主掌管了护政司，如今少主也已仕途坦荡，所以我想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郡主是想离开？我觉得是时候了。好。少主这么轻易就点头了？不然呢？我还能把你困在这一方宅院不成？少主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，不然我就会带李薇走了。只是我担心，眼下未必是最好的时机，恐怕会给少主添麻烦。郡主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多谢少主，愿一切顺利。已经交过了，是这么勤快啊？菜地也交了。小百福吃饭，这么早就吃上了，谁给你弄的？那就多吃一些。蔡夫人，好丰盛啊！这些都是夫人特地交代，全都是您爱吃的。云逸人呢？他去酒楼了，没到开张的时辰呢。是啊，夫人今日好生奇怪。虽然她平日奋进惯了，可是昨晚竟然整夜都没有睡觉，而且今天一大早就起来逛园子了，把府里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个遍，还跟我们交代了好些话，说让我们把您照顾好。哎，蔡夫人，怎么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收拾。你要走了吗？府内的各项事宜，你都已经得心应手。玉嫔、玉盏，几个都是好的，用不着我多说，
他们就能好好听你的话。我本想去厨房一趟，嘱咐刘宝全几句，但后来一想，饮食是你最擅长的，用不着我操心。为何如此突然？二少主流放他乡，再无任何可能。户政司和九川事务司也都稳定了，如今局面算是打开了，所以少主现在去找新川主了，估计这会儿在说和离的事儿了。你现在已经用不着我操心了，我不在，你也可以将大大小小的事儿料理好。我想，我是时候去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可是我舍不得你，我真的很想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但我也知道我不能。你是世界上最闪耀的人，要去更高的地方，过更好的日子。你一定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也是，我们都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。顾的那些逆子呢？你应该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吧？五哥最近去了丹川，去找上官郡主，估计又会吃不少苦。他不是不喜欢那个丹川郡主吗？这么看来还是喜欢吧。去了几日了？去了有些时日。等他复信，我拿回来您看看他这字有没有长进。哎呀，他那笔烂字定是越写越像狗怕。父亲，我有一事想与您商量。说。儿子想和元英郡主和离。你们一个个的怎都如此荒唐！星传从前甚少有夫妇离绝的，如今少主的内眷却都落了跑。哎，这是什么邪风啊！我知道这不符合常规，但我和郡主已做好了万全之策，绝不会影响两川邦交。你就是因为济川的李氏。我早就说过，成大事者不能沉溺于情爱。是，但这成家立业、守业为家，若是府中和睦，那对外也会更加尽心尽力，不是？其实相比内务，郡主更适合朝中之事，这将来必会成大器。儿臣斗胆想用之前的赏赐换郡主一个自由，任何责罚，我都愿意接受。父亲已经同意我们和离，郡主可以回家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想如何全副金川主了。这次回去，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。我有6个弟弟，5个庶出，
但都十分顽劣。元旭是嫡长主，也是最糟心的一个。但父母疼爱，凡事都以他为重，甚至不让我当面训斥他。若这次回去受他些言语，我先提前说声抱歉。没关系的，我也有个糟心的弟弟，能理解。这不仅弟弟操心，哥哥也操心。我母亲虽为我着想，但她心情软弱，在父亲面前说不上话。金川夫人，若真为你的幸福考虑，那我们一定有办法说动他。但愿吧。但这次最棘手的是我的父亲，他强势惯了，对儿女姻缘也十分守旧，很难说动。你知道吗？当年我本该与你一同入宫的，但我的父亲将我的婚事视为生意，他一早就想好要让我嫁入新川，但不知嫁给哪个少主才能获利最大，所以便让我称病，退出九川卓选，直到遇见了尹正。他太过重利，若是影响两川关系，他不会同意的。那若是新川降低过税呢？两川交易往来，新川征收的过税一直偏高，相信这也是金川主的心头大患。确实可行。金川要向新川兜售漆、教、鱼苗等，过税高达20取1，乳牛、羊皮等还有额外课税，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。若是能划定新准则，减少重征叠税，父亲一定同意。但新川从前重征过税，是因为金川的商贸实在太强，但如今时异，新川也有意重新制定过税，此事大利于两川百姓。我有信心能够说服川主。多谢六少主。你们两位合理，竟然要扯上过税的问题，还得把两川的百姓摆到台面上来。唉，这就是大川风范。殿下，皇庭民相的宅子是前朝古建，不能随意推倒啊。若是情急征用，也还罢了；将古宅改为享乐的瓦室，民怨将起啊！不破不立嘛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姐姐跟我姐夫在新川弄了个做九川宴的酒楼，还推行这纸器代币。新川这眼下可强盛了不少啊。那我们金川不也得变革吗？这样才不至于落后太多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办吧。变革可不是胡闹。姐，举措为百姓计，才是革新。你为了享乐而毁坏古建，是无知、无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已经是3日前的公文了，你到现在还没做主笔，父亲怎会允许你与臣子议政？你一个外嫁女的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管这些了？我现在担任的可是监理之职的嫡长主啊！你怎么敢对我这么说话？监理？父亲竟然让你担任监理，你根本不想务正，只想霸着高权为所欲为。皇庭民相的房子，你也并非真心想拆，只不过一时心血来潮，结果大家都不满意，你就更想做成此事好摆监理的谱。你什么你？
一不批公文，二玩物丧志，三决策荒谬，引起众怒。你为何还有脸驳斥张杰？父亲呢？跟我去见父亲。你们还在干什么？我下去！元烨，允许虽然有许多问题，但他是嫡长主，你不该当着外臣的面说他。就是啊，姐夫你也不管管他。方才郡主确实有些冒失了，但身为监理者，恪尽职守应当是本分才对吧？哟，这就护上短了。燕儿回来省亲，贤婿能跟着一起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次回来前，我也写过信给母亲，说明此番并非是为了省亲，而是想……知道。你是怕你婚后我没见过女婿不放心吗？几个子女，你父亲就担心你，怕你在外面闹事。如今看到你们夫妻和美，我们就宽心了。没想到母亲竟然堵住我的口。适才那个情况，实在不好提合理。对不起，这不能怪你。如今新川的朝政是由嫡长主带。父亲有意锻炼元旭，暂岗休息。只可惜，他是块废铁，练不成金子。父亲大概知道我想做什么，只是刻意装傻罢了。这件事情若是你和金川主说，那便是家事；但如果是我和金川主提及，那就是公事。不如由我来说。我自幼便是如此。但凡想做的事，都是做不成的。我以为处处做到最好，他们就会知道我的。原来，就算他们知道我比几个兄弟都强，也还是觉得我只是女儿。带累你们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只要你自己明白，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所有事情做成之后，冷眼都会变成青眼。这是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？给我走！这个王八赌徒，输了房子，赔了地，他现在还要卖我，也卖妻子换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你少管！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个臭娘们！哎呦！你下饶命啊！我不敢了。你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干这脏事儿，我送你去投胎！滚！多谢女侠，多谢女侠。这个钱你拿着。这我不能。你拿着，
带着这个钱，赶紧走吧。多谢你香。别，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。这种男人不值得，跟他和离吧。以后就一个人好好的生活。就是他，就这臭娘们！敢欺负我兄弟，上！哎呀，辛苦各位官爷了啊！这下就可以放心了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生活。保重。带走了。对了，你当那些兵器我都赎回来了，主要是没了，我就暂时放老六那边了。我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来干嘛？哎呀，你当时走太急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到你们丹川参加那个招赘比试了。我在给你说休书的事情。那休书不算数，你连我名字都写错了，我是山字旁的齐，不是误入歧途的齐，那不是我休书，我不要。我那就是给你写的，我管你是哪个齐。我不管，我没签字画押就不算，而且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上官啊，我上次说的那些我都是骗你的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怕你跟我一起吃苦，怕你受牵连，所以我那天我是想好了我要赶你走的，可是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我一着急，我就说了那样的瞎话。你走之后我就后悔了，我真后悔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，李维他们都骂我好几顿了，我实在是太蠢了，所以说我必须过来当面给你道个歉。对不起啊，你说我自己我怎么样都行，但如果我连累了你，我真的承受不了。所以，在你心里边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共同进退的人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我自己我护不了你。我知道你很难原谅我，但李维他们骂我骂对了，我不管再怎么样，也不能胡说自己喜欢旁人。况且那个人还是你朋友。好，歉你也道完了。你可以走了吗？我知道我自己挺无耻的，但是，我还有点小贪心。我就想知道，你还能不能原谅我？我还有机会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不用着急回答我啊，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跟着你，你不能赶我走啊。你不走。我走。对了，还有你这个头发，头发怎么了？不是，上官，不是，我这头发就是为了配合你，你不是要行走江湖吗？你说了这么多，还要为我川减免过税，哼！一段联姻竟让新川厌恶到如斯地步，竟要以这么大代价换取和离。金川主误会了，和离是我与郡主的决定，与两川无涉，而减免过税，只是晚辈的一点诚意，也是比联姻更长久、更有利的节目，对两川都有好处。口口声声谈的都是利弊，你这样的女婿，倒是让姑觉得看走了眼。既然你要谈利弊，那姑就与你好好谈谈。你是新川六少主，和离之后还有的是机缘，姑的女儿再叫，又能获利多少？谈生意可以，谈和离
绝不可能。父亲，此事已征得新川主同意，父亲为何不肯点头？婴儿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一点女人家的规矩都没有。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，绝无可能。父亲，是否合理？是否在教？难道就要立评判吗？原因不孝，欲与六少主和离，还望主上准许。元英，元英，你父亲说了，此事莫要再提。原因不孝，欲与六少主和离，还望父亲开恩。来人，把郡主带回去，闭门思过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清楚。金川主三思啊！六少主，吾眼下管教的是闹和离的顽劣小女，若你们姻缘稳固，吾自然不会为难她。二位官爷，我这儿有些好酒，孝敬二位。金川侍卫绝不在执勤时饮酒，请六少主侧夫人自重。说的真整齐啊！那二位通宵达旦值班，肯定很辛苦。我准备了一些糕点，不如二位。金川侍卫绝不食用夜宵，既不养生，也不利于执行公务。不愧是金川。哎呀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想进去看看郡主，给她送点吃的。她一天没怎么吃了吧？我就进去看她一眼，然后就出来，行吗？金川的侍卫绝不能不守规矩，擅自放人入内，而且金川的郡主也不吃夜宵。哎呀，你们就让我进去看看嘛，就一眼。六侧夫人，金夫人，让我带进去吧。你不喜欢抄这些东西的，不用在我面前做样子。政要奏书，金川宜重与外川之通商，减少过税，虽则有倾销之弊，但亦能促川内之变革。你父亲一直不喜欢你涉足外务，你做的再好有什么用？
况且你还是个女儿家。母亲既然知道我能做好，为什么不愿意多给我一些机会？也许我能为金川做得更多，不只是一门和亲。李薇让我带给你的。是六少主给我写的一些建议。贤婿与你心意相通，你们很合适的。若不合理，你或许反而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父亲也可以放心些。母亲，我与六少主是最好的盟友，就如新津二川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俩是一种人。做盟友自然有默契，但做夫妻，我与他半点情分都没有，他也一样。况且，我不想以谁夫人的身份去做一番事业。我做自己想做的，也能做好的，为什么父亲就不放心呢？就因为我是女儿，这不公平，母亲。你从前不吃宵夜的。或许有些改变，也没有坏处。嫣儿，你别怪你父亲，他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便将我锁在这里。母亲若是真心想对女儿好，就求您帮我一次。